有門撐門，你唔好啊。嗱，今期林生同大家講講啊，上期講過咧有關嘅時間飲食嗱，你聽我講句啊，任何疾病都係由喺飲食開始噶。咁開始咧，我講咯，咁啊喂，一有咗病之後啊吓，咁啊開始藥物啦啊嗱，皆因乜嘢咧吓？裏邊嘅好簡單，係裏邊慢性發炎啊，慢性發炎影響到其他病嚟啦喺度。上一期我已經講過啦啊。咁啊，慢性發炎啊，係皆因乜嘢咧？全部都係我哋食翻翻嚟噶。一個最主要嘅問題啦，我先講講先啦。嗱，西藥嘅副作用啊，我就唔講啦吓。咁啊，大家知道啦，逢係藥物都係經乾晒噶。咁我講下中藥嗱，中藥咧，中藥喺度講啊，以毒攻毒啊，越攻越毒。嗱，咁啊呢樣嘢咧，係咪中藥好過西藥？係咪中藥可以把將啲病醫好咧？啊，唔係喎，啊，咁啊佢啲人喺度講佢個藥字前面加個補字喺度，哇！個補嘅身體咪好咯，咁啊結果咧用呢個中藥嚟加個補藥補喺前面啊，越補就越毒，即係你補藥補得多嘅啫。喂，佢塞住唔係得喎，哇啲又鹿茸啊，有咩鹿尾巴啦，諸如此類一大堆補嘅嘢，咁結果身體嘅時間，喂咁耐未見好過係好唔到啊。咁一補嘅時間咧係成日今次年到嘅時間咧嗰個腎都有問題添出現嘅時間，所以而家咧好多嘅時間就點樣咧？係尿毒症咁啊，皆因尿毒症係出於乜嘢？出於個腎嗱，藥嘅嘢咧，我留翻俾專門嘅人再講啦咁啊，講句好話唔好聽，個藥字前邊加個補，咁好多人走去買喎。喂，加個春藥過期都有人食啊，食咗過期春藥啊嘛。所以一句說話講，腰嘅唔係乜嘢，係腰嘅痛嗱。我上一次講嗰個時間啦呢個前掌嘅時間即係小腸係負責將啲營養吸收吸，喂，出個毛病係好低嘅啫，而出個毛病最緊要就係乜嘢咧？係後腸後腸嘅時間點分咧？空腸之後咁啊輪到乜嘢？回腸結腸、大腸嗱，所有微生物都喺後腸嗰度後腸嘅時間點樣？佢啲微生物係生長有一種嘅霉素，呢一種霉素嘅時間叫黃金三結合咁裏面有乜嘢？第一，超級氧化歧化酶；第二係乜嘢咧？谷胱甘肽；第三樣咩？Q10酶嗱，我其他霉素我唔講，先講呢三樣先嗰啲微生物嘅時間咧，以生找啲霉素出嚟個霉素咧就停留喺我哋後腸嗰度尤其是喺腸壁整個免疫系統都喺個腸壁嗰度咁好多人嘅時間咧，令到嘅時間最容易嘅乜嘢咧？係大便嘅時間呢個排便嘅時間有困難啦。咁啲人個個都以攞嚟講話，我食咗啲菜咪得，係唔得啊！蔬菜越食得多，佢係粗纖嚟噶，越食得多佢越倒得犀利。添嘅係乜嘢？水溶性纖維，水溶性纖維含喺水果，所以我話俾人聽嘅時間好簡單啦。雪梨又好，蘋果又好你唔需要買你好新鮮好靚，唔使噶唔爛就得噶啦炒晒皮收乾水都唔怕。咁啊然後點我嚟煮水，煮完水之後連水連渣一齊食呢樣嘢嘅時間對於後腸嘅時間嘅微生物係非常之好咁好啦。咁啊再落嚟嘅時間林生同大家講一講嘅時間就係乜嘢咧？佢生咗呢個霉素出嚟，最主要霉素就係乜嘢咧？超級氧化歧化酶谷胱甘肽同埋 Q10酶咁裏邊超級氧化歧化酶嘅時間咁佢有咩作用咧？係自由基自由基必一定有氧化噶。咁當時我問呢個 OpenAI 喂，咁限制好呢個自由基唔俾佢氧化，咁人體咪冇特別嘅冇咩病？佢話你根本冇辦法控制到自由基唔俾佢氧化噶。好啦，嗱，講到呢度，林生停先咁再落嚟咧，林生咧就講下一條啦。